伫咧嘉义市这基督北院的附近的甲北车头，目前是当咧做这铁路高架化的工程，违规停车的问题也对咧坐起来。警方表示讲，这2个月以来呢，已经开出40外张的罚单，目前会搁来加强处理。红线边仔拢是违规停车的机车，处理车站的民众拢爱行伫车道顶面，明明边仔就有停车场，不过也是有民众乌白乱停车，造成这附近交通的乱象。右边那边都会停，就是那一排都会停。那边没有吧？应该是那一边，整区都会停的蛮多的吗？一直都会有人停，然后甚至停在残障车位这边也会有人停。因为那边人行道的话，这边停满机车，其实我跟小朋友走路也都很危险。嘉义市的甲北车站目前正咧进行铁路高架化的工程，附近就是嘉义的基督教病院。这条路除了处理病院车站的民众以外，有时阵阁有铁路高架化施工的车辆。警方表示，违规停车影响到这个路段的交通安全。这2个月以来，已经开发70多件，会来加强处理。114年10月1日至12月10日，该地点违规停车举发46件，车辆违规停车影响行车通行顺畅甚巨，也容易延伸交通事故发生。本分局将持续针对嘉北车站周边加强违规停车执法。有民众表示，停车场机车停一摆才20块，无限制时间计数其实真俗，但是常常看到停车场内底有位外口拢是违规的机车。警方嘛呼吁，这个所在是交通管理的重点区域，民众停车爱遵守规定，才袂来收到罚单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